进前遐尼漂皮阿母，哎，结婚以后生囝以后，即摆竟然是查某囝路的。喂，我较早是迄种半暝啊，朋友敲电话来，我就出门的咧。哦，哇，啊，即马就有某有囝了后，即马拢无出门啊。朋友拢封锁我，封锁我啊，无朋友啊啦。哦可怜。那呢，米雪，你进前要甲艺玲做伙的时阵，你身躯边敢有朋友甲你口坑？有啊，拢叫我讲你爱确定呢。演艺圈的男生都很花呢。哎呀，对，爱给感就复杂。实在了，就感觉伊就单纯。其实我是最单纯的人啦，迄是因为我一个人无聊啊，唔知就找朋友半暝去找朋友哦。我有家庭了，我是感觉厝内较有温暖啦。哦，安尼讲应该会我关哦。伫咧边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嘛就想要安尼讲的对呢。哦，标准答案。啊，今日恁要爱幸福咧，甲食的物件有关系着。其实阮咧交往的时阵，伊是完全袂晓煮食的。嘿，对，嘿，伊开始会晓煮食是啥？为着囡仔，为了囡仔，对，副食品啦，要煮副食品互因食啦，爸爸妈妈煮饭有好食无？好食无？好食无？好食。好食，萱萱有好食无？好食无？好食好食啊！敢有食到互恁感动啊，想要流目屎？无？你嘛小捧场一下，有啦，有欢喜啦吼你。真正就老实。